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2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8篇，创世纪33章第1到17节，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到第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礼拜礼仪。常常听许多人说：“哎呦，不要讲规定了，这样是很不属灵的。”又有人会说法律很没有爱心啊，信仰不是讲爱的吗？但是我们必须要去认清楚的是，无论从旧约或是新约的角度来切入看我们信仰，无论是摩西或是耶稣的角度来探讨信仰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，基督教信仰基础都是约，这个约就是根据诫命。特别我们从摩西的律法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从十诫的简单规定到繁文缛节的所有的这些诫命，看起来真的很没有生命的感觉。但是呢，事实上都是因为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一再的犯罪，得罪上帝，离开上帝，因此呢，一条一条的增加了律法所有的规定。当然，根据新约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保罗的神学，我们都知道，律法叫人死。然而，信仰也是必须要活出来的。耶稣基督所说的繁文缛节呢，他把所有的这些都浓缩成为2条一样重要的诫命，那就是爱上帝与爱人，我们说的新的诫命。在谈到所谓的礼拜礼仪，跟我们在研读圣经经文一样，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经文的背景去了解。这样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圣经所规范的这些原因，以及其真正的意义。那我们先从今天的创世纪记载，我们看到了雅各还有以扫会面的这个故事来看。我们从雅各的故事一开始，我们就知道心机很重的雅各他很会设计。他在安排他见哥哥，就从拉班的家回到哥哥的家的时候，他这些安排都有他的用意。他先从仆人礼物，我们把它切成3段了再来到他的家人，然后才是他自己。从心机的角度来看，或许他想这样子，万一哥哥以扫不接受他的礼物，不原谅他，他或许认为还有时间可以逃亡。但基本上来看，从另外一个角度，这也是一个礼节。对于遵从他的哥哥的角度来看呢，是非常有礼节的一个作为，就是礼物先送。因为雅各对他的哥哥这样说：“不，你若喜欢我，请收下我的礼物。你现在这样恩待我，我看见你的面，就像看见上帝的面。请你收下我带来的礼物。上帝一向以仁慈待我，赐给我一切所需要的。”雅各再三请以扫接受礼物，他这才收下礼物。对雅各来说，在他逃难到舅舅家，拉班
那里去的时候，在整个过程，他就深刻的体会到上帝的保守与赐福。现在他们的父亲不在了，兄长就如同父亲一样，代表了上帝在世上的祝福。因此，他确实从心里面的敬畏他的哥哥以扫。以扫是用上帝的爱来接纳、赦免雅各的罪。虽然我们在圣经的记载前后来看，这个时期还没有摩西所规范的赎罪祭，但就从整件事件来看，雅各的前理就是他表达了以前对哥哥的冒犯的歉意以及悔罪。哥哥以扫也看出他的真心诚意，后来也接受了他的礼物。按照雅各的说法，面对他的哥哥以扫送他礼物的整个程序，就如同敬拜上帝的礼物礼仪一样了。对人都如此了，对上帝更需要如此。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提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礼仪规范。他说，可是妻子在公共场所祷告或宣讲上帝信息的时候，要是不蒙着头，就是羞辱自己的丈夫。这样的女人和剃了头发的女人有什么区别？女人要是不蒙头，倒不如剪掉头发。既然认为剃头和剪头发是可耻的事，她就应该蒙着头。许多人在这一段经文就直接认为保罗他是歧视女性，但是保罗在这个教导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背景，我们必须去了解的。第一个是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1节的记载所描述的，这是描述当时候哥林多的风俗文化，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受了他的计谋。其次，我们也从民数记第5章第11节到31节提出的，我们来看到，犹太人认为不蒙头的是行奸淫的记号，这也就如同是哥林多地区的一个情形，他们所发生的事情。因为这样的情形，保罗在书信当中提醒了哥林多教会基督徒要重视夫妻的关系，并且提醒哥林多教会礼拜的礼仪。透过这样的礼仪的规范来表达基督徒对上帝的敬虔。保罗这样说，重要的是在主里男女互相依赖，彼此需要。因为女人是从男人造的，男人是从女人生的，而万物都是从上帝来的。你们自己判断吧。女人在公共场所祷告不蒙头是合宜的吗？你们的本性不是只是你们男人留长头发是他的羞辱吗？女人留长头发却是她的荣耀吗？因为长头发可以做女人的遮羞。如果有人要辩驳，我只能说，我们和上帝的诸教会在敬拜的事上没有其他的规矩。
但愿上帝帮助我们在敬拜的当中有适当的穿着，合乎现代的一个礼仪，合乎礼拜的规范，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一个敬虔。诗篇38篇，上主啊，求你不要发怒谴责我，求你不要在烈怒下惩罚我。你的剑深深地刺伤了我，你的手重重地压住我，你的烈怒使我体无完肤，我的罪过使我粉身碎骨。我沉没在罪的洪流中，罪的重担把我压了下去。由于我的愚昧，我的创伤溃烂发臭，我因剧痛弯腰曲背，我整天悲愁，我受高烧焦灼，以至于体无完肤。我已精疲力竭，奄奄一息。我心悲伤，痛苦呻吟。主啊，你知道我的心愿，你听见我的叹息。我心惊肉跳，精力耗尽，我的眼睛失去光彩，朋友邻人都不管我的灾病，甚至亲人也远远地躲开。寻索我命的人张开罗网，想伤害我的人恶言恐吓，整天想用诡计来对付我。我像聋子，不能听；我像哑巴，不能说话；我像一个没有听觉的人，不能为自己答辩。上主啊，我仰望你，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回答我。别容许仇敌因我的灾难得意，别让他们因我的失败夸耀。痛苦老跟着我，我就要昏倒了。我承认自己的罪，我为着自己的过犯忧伤。我的仇敌健壮凶悍，无故恨我的人数众多，以怨报德的人跟我作对，因为我要走正直的路。上主啊，求你不要撇下我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。主，我的拯救者啊，求你快来帮助我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以正确的态度、适当的穿着、遵守礼仪的规范来敬拜上帝，使我们的敬拜能够蒙主的悦纳，荣耀主的圣名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